来看2019年新竹县一个山鸟鼠集团伫尖石乡掠到一只台湾乌熊甲野上山羊，佮伫现场捉来者，后来这个细号的主嫌是破病过往咯。也毋过林业署是指出讲，嫌犯严重破坏国家保育的资源，所以搁再提告，要求继承人得爱赔偿500万。也毋过最近法院是主张讲，保育类的动物伫法律上毋是国家的财产，依法是袂当来请求赔偿。台湾乌熊倒咧涂骹袂顶袂动。2019年，山鸟鼠集团伫尖石用陷阱掠到一只台湾乌熊，后来佮主来者检方调查了后，以野生动物保育法甲姓何的主嫌起诉。不过当事人后来因为破病死亡，林业署认为这款行为造成国家重大损失，向主嫌的继承人要求赔偿500万。不过最近互新竹法院驳回。台湾黑熊在台湾具有无可替代的保育价值跟象征意义，所以就这个案子，我们具体求偿500万元。保育类的动物，一般我们是不可以任何的宰杀跟猎捕。那这地方如果有违反的话，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41条会科刑法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并记予100万以下的罚金。国家并不是保育类台湾黑熊的所有权人，就民事的部分是没有任何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。动保团体指出，台湾乌熊唔那是保育类动物，也是全民珍贵的资产，国家应该有权代表提出赔偿，呼吁法律跟社会应该互野生动物更加侪保护。那虽然野生动物是没有人所有的，但是它是全民的共同资产，而且它代表生态系的健康跟文化象征，所以国家更是保育的义务人跟监护者。保育的价值与富裕的成本是可以计算的，所以我们认为订定保育类野生动物价值与富裕成本参考的标准，将来让法院有实据可以依据。这样，针对新竹法院的判决，林业署表示尊重，后续会去研究上诉，甲推动修法的可能性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